奶油融合在地客庄的地瓜，做成了甜筒。廖永勋用创意颠覆大家的味蕾。我把这个形体改变的时候，我希望人们去思考的是说，如果你抛去了旧有的既定的印象的话，这个食物带来给你的是什么？廖永勋是客家料理餐厅老板。小时候，妈妈没时间下厨，他就自己摸索着进厨房，也就这么摸索出对料理的热忱。小时候赌石动药的时候，就会去厨房，然后自己去动手做，煎一个蛋，或者是煮一碗蛋花汤吃。廖永勋笑说，小时候爱开冰箱翻翻找找，长大后在兰屿民宿打工换宿，却因为那里没冰箱，忍不住跟老板抱怨。最后对方的一番话彻底打醒他。他告诉我说，大海就是冰箱，山上就是菜园，你想吃多少就拿多少。冰箱是一个囤积欲望的所在来源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餐厅一律选用客庄的新鲜食材，简单自然，却也能让料理丰富多样。对食材的尊重，对料理的用心，廖永勋一直在想，怎么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呈现传统客家美食。就在远赴国外打工时，他找到了答案。我的朋友他会说我是毛利人，他不会说我是纽西兰人。那我才会思考说，对，我是台湾人，但是我也是客家人。廖永勋努力钻研创新传统客家菜，一道香煎米粉佐吉酱，以西餐的形态重新诠释在地客庄料理，也让人看到他对料理的诚意。上课喽！肚脐嘞，肚脐嘞，肚脐嘞。